不怕黑帮掏手枪，就怕黑帮穿西装。他们绝对是有史以来最绅士的时尚黑帮，头戴豹头帽，衣服3件套，大衣外面罩，还有皮手套，棱角分明的脸型和湛蓝色的双瞳，彻底颠覆我们对黑帮大佬嚣张跋扈的认知。霸气十足的伦敦腔调更是让你又爱又恨。By order of the Peaky Blinders. By order of the Peaky Blinders. 由于谢尔比家族的帽檐里藏有刀片，不爽时可以充当武器进行攻击。伯明翰的当地人又称他们为剃刀党。谢尔比家族的老二汤米·谢尔比，剃刀党的灵魂人物，一个血液里流淌着威士忌的男人。但汤米却不满足现在不入流的小打小闹，找来在伯明翰为数不多的中国女孩，为自己的座驾施展魔法，其目的就是想在赌马场大捞一笔。可他的哥哥亚瑟·谢尔比却替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因为私自操控赛马结果会得罪赛马场的老板比利·肯波，他可是一个十足的狠角色。然而更让他头疼的就是汤米不应该去招惹中国人。很显然，中国人在当地有多么强悍。You think we can take on the Chinese and Billy Kimber? Billy's got I think. So you don't have to. 而这一切似乎都在汤米的计划当中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前往伯明翰上任的警长正在翻看汤米·谢尔比的档案。下车后，当他看到从前民风淳朴的伯明翰，现如今已经变得浑浊不堪时，他这个擅长清理垃圾的警长显得格外严肃。于是，第一天上任，警长就直奔主题，找来了一些生面孔接替这些被多年腐化的老警员，准备和当地的恶势力来一场殊死的对决。然后就有了经典的开场白 God help those who stand in our way. 别说这一招果然有效。首先，他们在电影院抓走了大哥亚瑟，未经审讯，直接就是一顿毒打。警长简单的介绍自己后，便掰断了亚瑟的手指。原来警长是想知道有一批军火被盗的去向，可亚瑟一脸懵逼，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。其实亚瑟的确不知道有关军火的事，因为前不久汤米派手下去偷摩托车，结果误打误撞得到了这批军火，其数量之多完全可以和国家抗衡。但汤米却没有和任何人透露。见亚瑟软硬不吃不上当，警长假意上与亚瑟寻求合作，要求他给自己做线人才肯放了他。可警长却不讲武德，趁谢家三兄弟不在，亲自带人对伯明翰的所有居民进行排查。说是排查，可跟对待敌人也差不了多少。由于之前与大哥的合作和这次的不在场证明，大家都认为是谢尔比家族给警方当了狗腿。其实这也正是警长想看到的结果，但很快汤米就做出了有效的回击，闹出的动静都惊动了伦敦的首脑，成功给警长来了一个下马威。